举起来好不好？这个2个讲座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哦，而且这张专辑呢，它这个发行之后完全不走我们传统的这个通路哈。拿2个讲座是什么样的感觉？就是应该实际上不是这个吧？还是就是？实际上之后会再补给你，对，会有你的名字在上面的。就这个重量吗？那还蛮有分量的。感觉如何？就是其实就有点意外，还在那个意外之中，还在震惊里面，是不是？因为你拿下了最佳华语男歌，那这2个奖项，你哪一个比较意外？应该是男歌手。男歌手。就是我其实自己比较想要得那个专辑的。专辑对不对？因为全部都是自己做，当然唱也都是自己唱，但是肯定的感觉不一样。就会觉得因为我觉得作品比我重要，这样。真的上台有一点腿软了，这。对，特别是在清风手上，也不算手上啦，因为是放在那个平台嘛。是。但是我跟他，我们算是相知相惜的好朋友，所以在那个时候觉得特别感动，然后也觉得蛮不可思议的。不只是得金曲奖，是我的歌唱人生的这个路一路走来，我都觉得很感谢，很不可思议，像一个奇幻旅程。现在应该很想大叫一下，或者是最想跟谁分享呢？我觉得我很替我妈妈开心，因为她等水费这件事她等许富凯得奖等很久哦，然后今天真的是她的大日子，她的许富凯跟她的女儿就是都有受到肯定，我相信她应该很开心，所以我替妈妈开心。好，恭喜妈妈喽！好，那最后再次恭喜田馥甄，谢谢大家。